而其中開放式同埋一房單位最受上車客青睞。主要因為咩呢？當然因為單位細，上車門檻比較低，買家更加容易承擔首期同埋供款嘅壓力。細單位升值潛力咧，亦都比較高㗎。主要係因為香港平均入息水平都跟唔上樓價升幅，係我啲傻傻地先至揀生4個啫，私單位都唔夠住㗎啦，要搬去加拿大㗎啦。喺黃金地段買一個最細嘅單位，英文咧就係 Buy the smallest house in the best neighborhood 啦。呢個傳統金句喺今日仲係咪適宜呢？用最細嘅單位作為上車盤，喺租金收益、樓價升幅、轉售方面係咪真係最着數呢？今日就會同大家探討下呢個話題啦。如果你都想深入了解世界各地嘅房地產資訊同埋每個家庭嘅移居故事記得訂閱同埋俾個 like 啦。發展商每年其實都會推出唔同類型嘅單位去迎合買家需求㗎，而其中開放式同埋一房單位最受上車客青睞。主要因為咩呢？當然因為單位細，上車門檻比較低，買家更加容易承擔首期同埋供款嘅壓力。當其他人用緊1-2千萬買個4房望海單位，但係你只需要喺同一個屋苑買個最細嘅單位，已經享用到入邊屋苑嘅配套、管理服務、附近校網、公共設施等等。個玩法咧就好似去演唱會，你買一張普通席嘅飛喺山頂入邊，但係你同 VIP 席嘅觀眾一樣，都可以感受到場內氣氛㗎，都係睇到偶像嘅表演啫。呢度提醒翻，最細單位唔代表係最平嘅單位，兩個係唔同概念嚟㗎。因為就算係1500尺海景房，如果係空宅嘅話，或者業主涉及違規裝修，佢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嘅咧，單位估值都即時下跌㗎啦。有機會成為同屋苑最平，但係未必係最細嘅單位，所以買最平唔係最着數㗎。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下啦。買細單位除咗令你接近輕鬆喺樓價租金升幅方面又會唔會比較着數先？到你想轉售或者你需要現金流租出去嘅時候，客源又係唔係比較充足呢？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嘅數據，由2003年港樓谷底翻身計起 ，A 類別嘅400平方米以下嘅單位，當時售價指數只有60啫，到2022年升到407升幅近600%添。而 B 類嘅單位升咗500%，C 類升咗400%。單位面積越大，樓市升幅就越慢。例如10大藍籌屋苑之一嘅美孚新村，一個400尺左右嘅一房單位樓價09年嘅240萬，升到2021年嘅650萬，升幅170%。相反，另一間1000尺嘅3房單位喺同一時段升幅只得114%。少人搶咗，成交又低啲，價格必然冇升得咁急啦。租金指數方面都係同一現象。跟住單位面積越大就升得越慢嘅。A 類別單位喺03年至2022年升幅168%，B 類就升咗144%，C 嘅大單位升咗111%，細單位升值潛力亦都比較高㗎。主要係因為香港平均入息水平都跟唔上樓價升幅，一般大眾普遍負擔唔起比較大嘅單位，啲物業需求自然流向細單位啦。尤其係獨居人士或者小家庭嚟講更加係接嘅首選。係我啲傻傻地先至揀生4個啫，私單位都唔夠住㗎啦，要搬去加拿大㗎啦。細單位入場門檻低亦都自然帶動多啲交易啦，推動價格上升。租賃市場方面根據差估署資料顯示今年10月份各類型嘅私樓租金回報率最高就係430平方尺以下嘅 A 類別單位回報率有3.2厘，連續5個月上升添。最低回報竟然係實用面積1722平方尺以上嘅豪宅回報得2厘而啫。單位面積越細，租金回報就越高。
雖然細單位門檻低，而且升值潛力高啊，但係又唔代表即刻亂咁衝入市嘅。能夠知道幾時加息、幾時減息，同埋能夠準備咩嘅文件，能夠做到無限槓桿按揭借力打力嘅話，就有成個投資房地產嘅系統啦。當然啦，我另一名猛將就係股票系統，都會喺我哋10年財務自由嘅1小時免費工作坊同大家解釋晒㗎。有興趣想收睇呢個 training 嘅，記住 QR code 或者下面連結報名啦。所以香港樓價貴，以前市民為咗借盡90%按揭，逼住揀400萬以下嘅物業上車。不過自從2019年嘅林鄭 Plan 推出之後，90%按揭樓價上限由400萬調整到800萬啦。2022年再升到1000萬，市民負擔到嘅物業再唔係局限喺400萬以下嘅細單位。當買家嘅選擇比以前多咗啦，又供得起嘅人都會考慮啲2至3房單位。至少屋企放啲家私雜物，生多個 B 都有啲活動空間啦。所以戴翻個頭盔先，細單位吸引力亦都唔同之前一樣噶啦。樓價升幅亦都減慢咗，甚至出現蝕讓。所以屯門單棟盤沿海一個開放式單位，業主喺2019年用457萬買入，近期都要340萬沽出，帳面虧損117萬。而且有數據顯示，細單位空置率喺近年有上升嘅跡象。喺2016年前A 類別單位平均空置率得 2.8%， 去到17至2022年空置率就上升到 3.8%。B 類單位就由 4.8% 反而下跌到去 3.4%，C 類單位就 6.6% 下跌到 4.5%。當然整體香港嘅樓價下跌就係元兇，唔係細單位問題。但係當個整體樓價下跌翻，人一有負擔到就會向上移翻少少，買翻啲大啲空間嘅屋企。點都好，啲大單位貴屋成交量一定係低好多，有時放盤上嚟亦都非常之難，一定係直接影響呢個價格嘅升幅㗎啦。我自己策略就唔係買嗰個 neighborhood 最細單位，係比較細、比較容易入場單位。依然要選校網，睇裝修同埋睇個景觀嘅。如果你唔買細單位，你可以買中單位，一定唔好買成條街最高最靚最貴屋。到時你賣出去冇人接貨，變相你就要減價，一定影響價格嘅。所以喺好區買最細單位，整體嚟講都係有着數嘅。不過唔係萬事萬靈，最緊要考慮成個市場。衰退嘅時候買邊個單位都會遭殃啦。點都好，買細單位唔代表買平嘅單位，一定要睇翻景觀配套同埋空置率。轉售難度越低，你嘅議價能力就越高啦。所以唔好講咁多啦，有興趣無限槓桿嘅，記得頭先我講嘅1小時免費 training QR code 或者樓下連結都係報名㗎。你又認為啦，買細單位係咪一定最着數呢？有咩情況係例外嘅呢？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記得幫手俾個 like 同埋 share。同埋訂閱啲頻道，撳埋鐘仔搶先睇啦。投資唔係答案嘅專利，下次見大家，拜拜。想跟貼我哋，記得訂閱我要做世界嘅 YouTube 頻道啦。想學投資，訂閱我要做富翁嘅頻道啦。記得 follow 埋我哋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啦。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國家嘅樓市資訊㗎，記得有興趣喺下邊 description 度睇下啦。